歡迎大家收睇呢場重要嘅賽事，到底邊一支球隊可以先拔頭籌呢？咁啊，肯定會有人歡喜有人愁噃。球場入面嘅熱度同埋溫度都不斷上升，差唔多咧去到頂點咯。比賽已經開始，英格蘭對克羅地亞，呢個咧就係最大舞台上面最大規模嘅對決啦。哈利簡尼一腳嘅射埋空，哇！真係話入就入啊嚇！有個好完美嘅開始喎，一嚟就俾對手一個下馬威啊！真係夠晒冷靜，攞得好準啊！呢球波勁啊，佢都好似冇望龍門嘅。Number 21, Harry Kane. Harry Kane. Harry Kane. 今場波出現第一個突破啦！犀利咯，咁早入到波，睇嚟梗係想大勝一場啦。身形佔優啊！好快又搶翻嘞噃！尼高奧拉尼、艾利洛安達臣。傳去邊線啊！開波只係冇耐啫，缺口已經打開咗啦。而家嘅比數係1-0。好波啊！揮腳直線先，可以幫佢製造到機會喎。龍門接實，高爾彭馬，英格蘭已經係佔優㗎啦，希望可以繼續有突破。啊，起步唔錯喎，但係仍然需要準備要射啦！利華高域救得靚，要救到呢球波，你估咁易㗎？簡尼完全冇做錯啊！呢度真係要讚下對手啦。英格蘭嘅角球啊，係佢哋今場第一個。卡拉馬利解咗圍先啊喂！克羅地亞有機會反手為攻啦。呢種打法就係有呢個風險㗎啦。攞翻個波，佢肯定好開心啦。個波目前呢就喺高爾彭馬嗰度啊，好機會啊！好一個入波啊嚇！乜嘢好得過入一球呢？答案就係入2球啦，當然都可以話試下偷雞啦。不過入波仲係入波嚟，我就真係同情個龍門啦，佢俾後衞擋住咗個視線，見到個波都太遲啦。Number 21, Harry Kane. Harry Kane. Harry Kane. 英格蘭入波好似好簡單咁嘅。哇，兩邊嘅氣氛差好遠喎，睇嚟有信心嗰邊啦，應該搞得掂㗎啦。克羅地亞無功而還啊，傳球咧就傳得唔係好好，一腳就截住呢球波啊！馬克古希、艾利洛安達臣，咦，哈利簡尼攞到波啦，過埋佢嚟睇下喂！英格蘭即將完上半場啦，而家嘅感覺咧都係睇得好順嘅。個波喺哈利簡尼腳下，
守得好啊！背住個龍門嗰啲前鋒啊，冇咩威脅嘅啫。喺右路啊突破，個波而家喺哈利簡尼度，係咪可以反攻咧？哇，幾乎係俾人推開嘅噃。高爾彭馬、伊比爾治伊斯、高爾彭馬、列斯占士接應隊友重合，球精靈釘結束上半場。上半場嘅睇完啦，有咩高見先？狀態就非常之唔錯㗎啦，應該都冇咩戰術要改啊。英格蘭喺半場咧，應該都幾滿意目前為止嘅表現啦嚇。 Presentation featuring our guest performers today. Substitution for England, number 15, Gay. 比賽重開。 To replace him is number 4, Konsa. 英格蘭就睇嚟半場換咗人噃。喺而家咁嘅情況，你如果半場去換人咧，都啱嘅。高爾彭馬、列斯占士喺前線出擊。 呢球啊，界外球噃，一球啊傳上前，莫迪力、高華石，咪俾落右邊嗰度，將個波咧推上前線啊！簡尼俾人圍攻啊！咦，哈利簡尼攞到波啦！好腳法啊！過埋進有機會啦！ 又入多球，完全都唔收手嘅。冇志氣法，擋都擋唔住。過得靚，射得又靚，睇佢有波入啦。嗱，呢啲咪舞龍咁舞咯，唔單止有腳法，仲有速度，最後嗰下更加係鼓爆啊！夠晒冷靜。冇志氣法啦！真係冇人 mark 到佢咁喎，每次攞到個波咧，都好似可以入波咁嘅。 英格蘭遙遙領先咯。下半場有個好開始喎，而家佢哋咧有晒主導權啦。卡拉馬力，英格蘭應該考慮緊幾時要換人啊？呢一下夠晒睇頭啊！傳去側翼嗰度。 加華道爾交過去側翼嗰邊，哈利簡尼成功咁撳走佢啊！安斯幹沙、尼高奧拉尼、安斯幹沙、艾利諾安達臣、列斯占士、史東斯、安斯幹沙。 高爾彭馬、莫迪力、安迪布迪美亞傳咗去左邊，高爾彭馬喺右翼出擊啊！艾利諾安達臣銅牆鐵壁咁款噃。 英格蘭今場波都怕且贏得㗎啦。雖然咧，可能有啲人都會受唔住嗰隻誘惑，叫做想錦上添花。不過咧，我諗喺呢個時候都唔好太過冒險啦。史東斯、列斯占士、
高爾彭馬、莫迪力，個預知能力真係好啊！做得好啊！ There will 個 be 波 one 咧就 minute 去翻 added 後面 time. 俾咗龍門喎。守門員呢一個決定咧夠晒果斷啊！球證話完場啦。英格蘭由開波到完場都踢出自己最想要踢嘅足球，可以話係一個壓倒性嘅表現。簡尼演出帽子戲法，絕對係今日嘅主角 Hello 啊 everybody, and this is a quick reminder to let you Key Man， know 波啊 that 睇 you'll 完 be 啦 able to 嚇， catch 成 today's 場波 match 你有冇咩意 broadcast 見㗎嘛？ live on 英格蘭 Hamilton's 嘅表 FM 現 station. 好好啊！